《资治通鉴》呢，写那个东周，好像东周周威烈王还是哪一个，还是三家分晋那个时候，到那个唐呢，五代了，到后周嘛，他写给北宋皇帝看的呢，《资治通鉴》。内容主要都是什么周记啊，什么隋唐记啊，什么五代的后梁、唐、晋、汉周记啊，南北朝的什么记啊？是不是秦记、西汉记还是东汉记？有没有魏记啊？魏蜀吴三国，那西晋记是不是？还是西晋记、东晋记？南北朝，宋齐梁陈是宋记啊，齐记呢，梁记、陈记。然后隋朝、唐朝有隋记，有唐记，内容很多很丰富，连那个数位档案都有8点多 MB，可能有加上白话注解。手机程式读史籍还是典籍啊？画面好像是典籍啊。搜寻